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为今仔日开始，这个批发甲线卖鸡卵拢起3块。两家评议委员会讲，因为国内鸡卵的产能也未恢复，加上学校开学甲做风台，这鸡卵的需求量增加，所以来调起着鸡卵的价销。另外，瓜本体是来批评着政府今年的进口卵一粒上悬的补助竟然是32块，真离经。农业部是来解说讲，这个进口鸡卵之所以一粒会补贴到32块，是因为当时紧急采用空运来进口，事实上平均一粒是补贴3块8。总统单讲的问题。摆开始，批发价销甲零售价销起3块，产地价销每台斤43块半，批发价销53块。国民党伫面册放一粒金卵，批评讲今年的进口卵，政府一粒补助32块，写讲去这个便利商店买一粒低米卵，上价10块到12块，结果农委会为澳洲进口空运来台鸡卵，一粒补助32块。国民党嘛批评讲，农委会一开始无控制好势，欺骗人民讲无鸡卵，拢是因为禽流感。政府失能，致使市场失衡，结果呢开大钱用来平衡价销，这款行为是国家的危机。缺蛋也骂政府，进口蛋也骂政府。农业部有8个册啊，解说讲进口的鸡卵上悬一粒补助32块，这是因为当时紧急采用空运，随上平均一粒补助3块8，嘛提出数字：111年10月初到112年2月初，10月统计，美国台5700万只鸡，日本台1478万只，法国台2000万只，台湾台74万只。是讲政府6月28日公告，巴西为非疫区三毒是安怎会进口巴西卵？所以这个区别有问题。好像把老百姓整笑更快。就是会以这个没有发生禽流感的省或州，或个别没有发生疫情的机场这个养鸡场的点来作为我们进口的单位。政府好什么人进口卵补助偌济钱？为倒位进口的，伫鸡卵起价同时，又搁变成调野攻防的焦点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